再镜头来去加拿大，加拿大嘅总理杜鲁道宣布清时，而且提请延长国会休会到3月24。即马是按算要对自由党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若是这个投票无过关，就会提早举行大选。最近这2天，加拿大嘅物价、厝价拢真悬，还有移民的问题，还有伊个人私德的问题，互杜鲁道的施政满意度降到22%的身价。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in that election. 即将政权要10年的杜鲁道，初6是以党内纷争做理由，请示党主席转任看守总理，一直到3成继任者。另外，国会原定1月27要复会，不过杜鲁道已经向总督西蒙请求休会，一直到3月24嘛准啊。按算这段时间，自由党会选出新的领导人。国会在复会了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自由党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若是无法度过关，接落来就必须要提前举行大选。在野的保守党党主席嘛是上红看好的后一任的总理的人选，波利治伊发文讲，杜鲁道落台了后，一切拢共款，自由党是换汤无换药啊，讲只是想要换一个无共款的面，但说落来嘛是共款，搁骗4年。Now, while leaderless liberals focus on saving their jobs and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power, the country spirals out of control, an out of control housing emergency, an out of control migrant crisis, an out of control $62 billion deficit, not to mention tariff threa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015年以自由、平等、进步、用公政治做重点，得到压倒性胜选的杜鲁道是加拿大主政上久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叫做是政治金童。在伊的任内是推动两性平权、大麻的合法化，应对气候的变化等政策，拢行伫世界的头前。全面气候健保、全国托儿福利等等，嘛拢是加拿大的创举。最近2年一直无法度降落来的厝价、物价和移民问题，一直到伊个人私德的争议，施政满意度是降到22%的身价。对杜鲁道请示这件代志，就要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讲，杜鲁道一直是美国坚定未变的朋友。另外，后任的川普是伫社交媒体发文，搁一摆讲到加拿大和美国合并，变作美国的第51州。讲那安尼，唔但会当取消关税，搁会当大幅降低税，而且搁会当完全唔免去受到罗西亚和中国船只一直威胁的困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